台北市推动老厝文化运动，第24个文化自乐草山行馆伫11月初7开幕啊！这园区计共有6个建筑物，结合自然、历史甲文化，后面将来参观的时阵，也会当一捌到在地特色。一片千景艳的树木当中，会当看到6间外馆用石头砌起来，内底煞是日本插头建筑的园区。这是草山行馆。英国这是日本殖民时期的商业会社招待所，威权时代嘛捌是蒋介石的居所甲行馆。营运单位表示，草山湿气真重，而且阁有硫磺，所以整理起来前后拢总10年。但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硫磺气，然后每年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其实很大，所以我想在电器啊，包括在建筑物的维修上，其实都需要花更多的功夫。草山行馆是台北市推动老厝文化运动的第22个文化自乐，伫遮除了会当看到一寡历史文物，嘛会当看到干道冰原甲观音山，甚至阁会当啉到在地的茶芳。文化局表示，希望用历史来带路，让民众认捌在地的特色。我们希望借由老房子文化运动，能带动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，同时跟观光产业能够做结合。用10天时间修复的草山行馆，伫11月初7开幕，以主题园区为概念，结合自然、历史甲文化。台北市文化局邀请民众有闲来坐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